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春節特別節目，我是小張。一開始，小張要來祝福大家金馬迎春，新年恭喜大發財。新正年時，小張要來講笑話給大家聽。過去一年有不少閩南語界的笑話，今日小張就要來分享三個有關這隻馬的笑話來給各位聽。新正年時，各位的節目攏真精彩，小張嘛要來鬥熱鬧。一開始，咱來講第三名。這個第三名就是咱台灣教育部，即馬伊就甲寫做嘛這兩字，意思就是現在。寫呢有道理還是無道理？咱來看這個例句。即馬要來食飯到底是馬要食飯，還是人要來食飯？這個寫法實在是真趣味，真好笑。講完第三名，咱即馬就來講第二名。這個第二名當然就是咱可愛的陳博士。即馬伊就甲寫作安尼。這個寫法自從盤古開天到今，攏差無文獻。這個寫法無文獻，閣較無道理。安怎講？咱來舉例說明。即馬是食飯時間，食一粒飯就需要上馬，無大緊，閣是即刻上馬。吼吼，這個寫法實在是真深色，敢若陳博士想會出來。這個講法雖然真含、真深色，但是也輸第一名輸真濟咧。這個第一名就是咱的課文先生，為着要講漢字的形聲字真少，伊就講這隻媽媽的媽，將女將馬，意思就是做牛做馬的女人啦。吼吼，這個講法實在有夠好笑。做牛做馬的女人，敢一定就是媽媽？就小張的理解啦。什麼人甲你生出來，迄個人就是你的媽媽，敢不是安尼？甲做牛做馬一點仔關係都無。其實，這個馬就是媽媽的媽內底的聲符字義。咱若是用正確的觀念來研究漢字，咱就知影講，這個漢字內底的形聲字佔超過8成。講到呾第一名至第三名，會使講是實至名歸啊。上尾小張要用兩句話來祝福大家：馬到成功財運旺，福臨門第喜事多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咱明年再會，拜拜。